青春专案就是主要在暑假期间，为了保护青少年，让他有一个优质的成长环境啊。在青春专案期间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少年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自己本身不要被害，那也不要成为加害。那不要被害呢，就是不要这一些来诈骗的啦，还有出入不当的场所啦，这些我们要避免。那加害呢，也不要让这一些不法分子把你招去来加害相关的同学。所以我们会针对一些可能限制级的电子游艺场所钓虾场、KTV 这一类的场所去做一个临检的勤务这样子，然后看有没有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一些违法不正当的行为可能像坐台陪酒这一类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暑假即将结束，不过你知道吗？在暑假为要保护青少年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结合市府各局处，规划了2000多场体能、休闲及知识学习等活动，陪伴青少年度过暑假时光。然而，青春专案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青少年的夜间安全。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少年队的努力侦查临检下，学生涉毒案件台南市6都最低，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哦。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警察局少年队蔡队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蔡宗宪。在这里提出对于青少年毒品的教育及宣导。台南市政府为了营造优质的青少年暑期的成长环境，统合各局处，针对这个特种营业场所来联合稽查主要是防治青少年在暑期打工、参加不良的组织或者是帮派针对这个样子的一个环境来展开联合稽查。对于青少年这个毒品的宣导5不原则第一是直接拒绝第二是远离现场第三是自我解嘲第四这个转移话题第五这个劝导。这个5个部分呢是对我们青少年远离毒品的最佳的方法希望这个各位同学都有一个很快乐的暑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无人机这几年大量被使用伫各行各业，但是也出现真侪违规的状况。对此，政府也规定了相关的法规，规定要有相关驾照的民众才会使来合法使用无人机。其中，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因为无人机相对较贵，互队员毋敢一直练习。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消防局也特别打造了全国第一座的无人机模拟训练中心，提供了完全相同的模拟系统甲固定式的无人机，互队员来练习。19号上午正式揭牌启用，市长杨伟特也期待这个中心会使提高训练的效率，互更较侪飞手会使投入防灾救灾的工作当中。对于这个救灾搜寻、征收，或者是这个投掷救生圈，甚至于有一些火灾的现场、救溺的现场、山难的现场，或者是说其他的种种的部分，都需要无人机来深入到一些人力不可到的地方，或一时之间无法到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借这个部分，很感谢消防局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全国最多的无人机的高级飞手已经受训结业完成，总共有25位，另外还有13位在训练中，预计在年底以前就可以取得高级的证照。这样的话，会建制我们台南市的一个种子教官以及高级人力的这个能量。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希望说最后是用不到了，但是碰到的状况就要用到。譬如说，在山区这个人员的搜索或者是火灾这个起火点的侦测，这部分都很有帮忙。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能量的建设要早点建设。如果真的年底以前经费来不及的话，如果今年又没有灾难的话，我们考虑优先动用2倍金来充实这个
基建还有充实无人机的设备，还有无人机人员的训练经费，我们优先来建设这一部分。市长强调，无人机的使用也佫有无限的可能，将会透过实地的操作来发掘会使使用的面向。现在运用拢是基础而已。在人员的标示，将来如果搭配 AI， 哪些人要做标记的 ，AI 可以帮忙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忙找。譬如说，我要在里面要找出女性有多少个，它就可以标记出来。或是小孩子走失了，无人机升空可以去找到那个小孩子，可以标示。这个部分都比较算是比较高阶的运用。但是无人机的运用，其实目前我们只想到这样子，什么高山间，可以高山的时候可以去再送那个药品啊，给一些急难的，譬如说被台风封村，然后有一些老人因为这个用药这个没有办法用药，可以再送，用无人机再送，或者是用无人机，有人受困在河川中的河水暴涨的沙，之后无人机可以带那个它的救生圈或者抛绳索，绳索去救灾，这个就是很多的应用是很广的，所以说不是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想得到，很多东西在实战中是可以找到的。消防局表示，因目前已经有25位取得高级专业操作证，也佫有13位人员将伫9月份来考照。预定第7个消防大队当中，每一队搭配2位到3位的挥手，利用有热显像仪的无人机甲训练机各一台，伫灾害现场执行无人机任务的救灾。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相信真侪民众最近拢会使伫台南的路口看到这个全新的行人的车阳灯。这其实是交通局为了避免民众伫等待过车路的时阵，一直偷咧来耍手机啊，特别设立的。伊取代了传统的倒数秒数，变成各种台南的活动甲政府相关的政策资讯。目前有11个路口会使看到这个全新的 VNS， 交通局也期待接下来会使将车阳灯变做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我们是从今年开始第一次试办 VMS， 就选择在本市结合人文、休闲以及游憩的比较人多聚集的场所来试办这个 VMS 的影像的显示系统，主要是希望说能利用行人在停等红灯的时间，然后来做一些交通安全以及政令的宣导。其实我们主要的内容，除了一开始我们5月份那时候开始试办，是配合那个国内防疫的戴口罩的宣导，以及6月份其实也有配合端午节活动的宣导，然后以及最近我们现在他们暑假期间所谓的那个5金的活动，以及其实紧接着下礼拜的7夕活动，我们都会做那个相关的影像的录。交通局也强调，这个 VNS 的设备将会持续安装到台南热门景点附近的路口，预计今年的9月15个所在。但是也提醒民众伫通过路口的时阵，也是要多加来注意，避免危险。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议员吕维印牵线之下，台北信义扶轮社提供远距离教学设备，指导外语、嘛关正直播外语课程。市长黄伟哲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因协助偏乡的囡仔。我们认为说，对于年轻的学子，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那我们觉得，在这部分特别感谢指导，也感谢我们台北信义扶轮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对社会非常帮助，对故乡非常回馈的一个心。我们一定全力，市政府教育局一定全力来配合。希望说我们偏乡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照料，能够在未来毕业之后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未来自己的不管是人生或者是这个打开国际的视野，都能够有更大的帮助。因为吕维印议员伫求学期间也曾经因为家庭经济缘故，过了非常的辛苦，所以一直对6岁儿童的权益非常的关心。在去年度来捐赠我们的南区的龙岗国小，还有这个南化的北寮国小2间学校的直播设备，还有直播的课程。那今年度又新增了3间，也就是关庙的宝东，然后还有这个竹门国小，还有这个鼎州国小。那这个不只捐了直播课程，也捐了设备。那去年的2间学校也继续捐赠我们的英语直播的一个课程。所以在这边这个特别感谢。因为长期受到吕维印议员的支持，佮看到议员关心偏乡教育，所以台北信义扶轮社就来小听。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
去年的这一个计划活动我们今年更扩大来服务我们地方偏远国小的小学学童那借由这次机会，看怎么样能够跟地方做结合。当然，做好事都很棒。那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计划，看怎样跟我们台南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结合，把这个我们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另外，直达外语嘛对会当协助偏乡的儿童非常的支持。不管是外师的资源，或者是图书的资源，还有这个相关的经费都是。那台北信义福伦社，因为 Kevin 是个南部小孩，那在台南创办的直达外一直在关心这个议题，但是一人的力量或者一间公司的力量有限。那到台北去有幸去遇到我们台北最强大的福伦社，那这个事情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只要孩子想要学习，只要孩子对英语一直都这么的开心，那我们就会有动力。透过因热心的观众赞助，希望会当协助提升台南市弱势儿童的竞争力，让因伫教育顶面袂输人，未来才有更大的可能性甲发展。台南新闻何乔邦采访报道。满岛的文旦现在陆续开始采收，但因为采收的季节常常会拄着落雨，这也让采收的工作变甲更加困难。传统拢是使用人工加上车来搬运。根据农友表示，因的果园大概需要20个人工来采收，现在因运用家己改造的机器加上轨道，成为一个小型的运输系统。现在所需要的人力也减少到5个人。文旦集采收的时候都会下雨，还是台风天。如果台风天，我们用那个推板车就推不出来了，一定要这一种，这种来采收完直接上架，我们一直拖来进入仓库，这样也比较节省人工，省力省工。也像咱今年算甲暖冬，暖冬算这个花期有较长，所以今年的大果小果有较明显。主要今年暖冬啦咱的品质是袂歹毋过这个成数减少1、2成，因为暖冬遐花无都没有着果，所以就讲今年的绩效还蛮稳定的啦。因为我若像阮这种无，阮的绩效拢稳定，阮这算老长的，拢去年就预约订购了，所以我们还蛮稳定的啦。也因为文旦将进入采收期，市长王伟霆17号上午也特别前往果园视察，了解收成的状况，同时也体验了采收甲搬运的工作。市长表示，文旦大果的收购对8月19号开始启动，每公斤10块以上。市长也强调，细果有赚，大果无赔，希望来提升农民的收益。农委会已经有指示经费方面免烦恼咱会把这个经费来进来把这个大果甲这个刺激品来收港。分2部分收港，第一部分是咱的这个加工品、加工厂，因有这个因为要做加工，所以有这个需求。第二部分这个市府嘛甲农委会补助就是收工来做其他的用途毋是要食用的啦包括咱7月中元拜拜一定要有做大粒的这个文旦包括其他的用途，这部分请大家放心政府资金经费人员拢传好，大家会当放心。就拜三开始咱的这个大果的收港就甲农会配合就来开始。今仔有公告出来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农民不要担心收港的价格嘛是伫咱的成本咱的成本价但是这个老长的都是有赚大果就是无了会完整，咱来尽量来帮忙着农民这个把这个文旦做好希望讲今年的这个中秋季节大家拢有做好食的文旦然后呢文旦的制品、加工品，包括果酱包括这个果干种种的，这拢是非常包括柚子生这拢是做好的包括保养品这点的嘛感谢农会咱的孙总干事伊这个会当来做较好的这个开拓。农业局表示，第一阶段的文旦加工收购措施伫8月11号公告，
原本的目标量是500公吨，目前受理加工的厂商已经申请了430公吨。为了提升文旦的附加价值，也将追加500公吨。另外，19号开始收购的大果将作为清洁用品，也则是有机肥料的顶循环再利用的资源。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阅读连结亲子，洗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洗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人爱读册》节目。这届比赛全国有65个职类，948位选手，其中分数培训41职类，206位选手参加。因为每一个职类前3名将会当保送国立科技大学，所以赛前分家男分署长特别替团队授旗加油打气。举起你的左手，身高第一；举起你的右手，无懈可击；举起我们的双手，冠军姿势拿出来。分数表示，难得的是近年来真侪较粗重的职类，嘛愈来愈侪女性投入。其中参与油漆装潢比赛的蔡玉轩，虽然洗了真甜，不过为高一开始就真有兴趣，接受训练3档了后，伫个分区已经摕下金牌。即马每一天练12点钟，搁要搬粗重的规身躯，也是阿早相当辛苦。不过认为看到作品拢真有价值。希望进军全国金牌。我觉得就是可能练习一整天下来，然后会觉得很累，然后身体会用得很脏，然后手可能也会渐渐的变得粗糙。但我觉得这都还可以，就是去克服。而且就是整个做完之后看到成品，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以往出众的职类都是男选手居多哈，那这一届我们有很多的女选手参与出众职类的比赛哈，那只要他们锻炼好这个身体，然后心理的抗压性够，那我想女性选手在出众职类的表现也不输男性选手。今年全国比赛预计9月17号开幕，18号到20号比赛，21号就会公布成绩。分数预祝台南选手拢会当摕金牌，恭迎倒转来。台南新闻郭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随着中秋节的脚步愈来愈近，麻豆的文旦也陆续来采收。其中麻豆的新农人李家汉甲李明燕，为了回馈社会，这几年拢会举办义卖活动，将卖出去的文旦收入的25%捐赠予社福团体。今年迈入第6年，这届也加入了2间新的果园。同时也有加码义卖前100箱，将会捐赠予2个新加入的社福团体，希望带动社会共同来关心绿色。消费者他可以买到一样品质好吃、安全、高品质的文旦柚，是消费者最开心。第二呢，是我们的社福团体，它可以得到我们这些捐赠，因为其实社福团体非常的辛苦，他们需要很多的资金、很多的援助，才能做更多的事情。第三呢，农友也很开心，就是我们认真生产的这些文旦柚可以全部卖光光，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3赢的一个好事，我们应该要持续的继续推动下去。17号上午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并将第1箱的文旦交予买到的银行代表。市长除了肯定新农人的爱心，也希望市民朋友会使共同投入来做爱心的行列。那最重要的是我们6位青农，他们非常有爱心。其实坦白讲，做农业是很辛苦的年轻人做农业本身，我们是觉得对社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农业人口慢慢凋零老化，那青农的投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青农的投入带来新的观念，而且又从事爱心活动，这点更是让我们感动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的。
那另外，金融要义卖他们的这个幼文贷，也需要这个很多社会上的帮忙。尤其我们来自联邦银行，我们谭经理所带领的团队已经连续3年了来从事这样的公益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一起携手做公益，包括青农捐赠、联邦购买，那能够提供给我们社福团体，不管是南家福、北家福，或者是爱护动物协会、爱护流浪动物协会，或犯罪被害人协会，或慈光生长，或创世，其实长久以来都是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忙的。如果想要支持这个公益活动的民众，嘛会使扫画面当中的 QR code 来查询。农业局也强调，今年文旦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好，请民众共同来支持台湾在地的农业产品。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为了提供长辈更加完善的照护，中央政府提出了长照2.0的政策，其中上重要的就是社区长照据点的设立。为伫东区的关圣里，伫当地里长左营市的规划之下，打造了完善的社区关怀据点。透过各种的活动，希望让长辈行出家门。我们关圣社区照顾关怀戏剧点，主要我们是有2个里，幸福南关线就是有南圣里还有我们关圣里2里，我们是姐弟的里，一起来服务我们社区的长者。那目前我们的长者大概在30来位左右，我们是105年成立的，那目前到现在已经3、4年的时间了哈。那这段时间，我们社区的长者。他们大概我们是服务1到5的时间，所以长者他们在几乎每一天都会来到我们的教室。那我们当然就提供在地的长者，让他们在地老化，然后能够生活很愉快。所以我们都有提供健促啊，还有共餐，还有我们的一些手作，还有一些讲座。9号上午，伫保祥居家长照机构的协助之下，关圣里举办了画图的社区活动。让长辈回忆家己少年时阵生活的所在，将画面画落来，同时邀请因上台来分享，现场的长辈拢算啊非常的欢喜。这次的活动是我们的艺术顽童啦，那这次我们主要是借由我们的怀旧治疗，那就是我们老师会先画一棵树，然后跟我用一个故事的主题，让我们的长者去回味他们当初在印象中里面的家，或者是以前有关于树的一个经验，因为在现在的我们算是。城市都比较多，可是以前的话，可能他们都对他们以前小时候可能爬过的树，或者是可能住过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有种很多的果实，比如说芒果树之类的。那藉由他们去回想到他们以前的过往跟以前的一个经验，然后去把它画出来，那有点算是去怀旧治疗，然后去就是让他们借由一些画作，去让他们的心情可以再平静一点，然后也可以去让他们的整个情绪上面会有一些抒发这样子。有一个农舍。然后旁边种了橘子，他就回忆年幼的时候在家乡就是这个样子。保祥居家长照机构也提醒民众，如果长辈有生活协助的需求，会使到因的机构也或是相关单位来询问，因拢会协助长辈申请，让长辈的生活更加方便。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